你係咪都有過咁嘅經歷？每次的起心肝想早起跑步，結果堅持唔夠1個禮拜就放棄咗。想學樣新技能，買落一大堆課程，但係從來都未打開過。決心要戒甩玩手機嘅癮，但每次都係忍唔住係咁碌。點解改變咁難？點解明知應該做嘅嘢，偏偏就係做唔到？係咪因為你意志力唔夠？係咪因為你唔夠自律？今日我要話俾你知一個真相，唔係你嘅問題，係方法出咗問題。改變行為從來都唔需要強大嘅意志力，亦都唔需要辛苦死頂堅持。你只需要理解行為發生嘅底層邏輯，然後輕輕推一下，行為就會自然發生。今日我哋要解讀嘅呢本書叫做 Tiny Habits， 作者係 BJ Fogg， 佢係史丹福大學行為設計實驗室嘅創辦人，俾財富雜誌評為新一代嘅商業思想家。佢教出嚟嘅學生創辦咗 Instagram 呢啲改變世界嘅產品。作者用咗20幾年時間研究人類行為，佢發現咗一個俾所有人忽視咗嘅真相。我哋對行為改變嘅理解幾乎係完全錯晒。我哋以為改變需要訂立好大嘅目標，需要強大嘅動機，需要嚴格嘅計劃，仲要辛苦死頂去堅持。但作者話呢啲全部都係錯嘅，用呢啲方法注定會失敗。真正有效嘅改變方法啱啱相反，設定微小嘅目標，降低行動嘅門檻，靠系統而唔係靠意志力，令改變變得容易、自然，甚至係一件開心嘅事。作者用呢個方法幫咗幾萬人改變佢哋嘅生活，無論係減肥、戒煙、養成運動習慣，定係提高工作效率，幾乎所有你諗得出嘅行為改變都可以用呢個模型去實現。所以接落嚟嘅時間，我哋會一齊深入 BJ Fogg 行為模型嘅核心，去理解行為發生嘅3個要素，學下點樣設計微習慣，掌握令改變可以持續落去嘅秘訣，同埋睇清楚嗰啲喺背後操縱緊你行為嘅隱藏機制。而家就等我哋開始呢場關於行為改變嘅深度探索。喺正式開始之前，我哋一定要先理解 BJ Fogg 行為模型嘅核心公式 B 等於 MAP。因為呢條公式係理解全本書所有內容嘅基礎。B 代表行為， M 代表動機， A 代表能力， P 代表提示。作者嘅核心發現係，任何行為嘅發生都需要呢3個要素喺同一時間出現，少咗任何一個行為都唔會發生。等我哋用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去理解下呢條公式。假設你想令自己每日飲8杯水，呢個就係一個行為。咁動機係咩？你想健康啲，想皮膚靚啲，想精神啲，呢啲全部都係動機。能力又係咩呢？你身邊有水杯，有乾淨嘅水，你有時間飲，亦都識得點飲，呢啲就構成咗你嘅能力。提示又係咩呢？呢樣係最關鍵嘅。提示就係提醒你去飲水嘅信號，可能係你覺得口渴，可能係你見到隻水杯，又可能係你部手機提你要飲水。作者強調，只有當呢3個要素同時滿足嗰陣，飲水呢個行為先至會發生。如果你冇動機，就算隻水杯擺喺你面前，你都唔會去飲。如果你有動機，但係隻水杯擺到好遠，你可能都懶得行過去攞。如果你有動機又有能力，但係完全冇提示，你可能轉個頭就唔記得咗飲水。呢個模型聽落好似好簡單，但其實佢揭示咗一個好深刻嘅道理。大多數人喺嘗試改變行為嗰陣，都將注意力擺錯晒位。我哋平時會點做呢？我哋會去提高自己嘅動機，我哋會死谷爛谷，會去睇啲勵志片，定啲好宏大嘅目標，幻想下成功之後有幾美好。我哋以為只要動機夠強，就可以改變到行為。但作者話俾我哋知，呢個係最唔穩陣嘅策略。點解？因為動機係好唔穩定，就好似海浪咁，時高時低。今日你可能充滿鬥志，聽日可能就完全冇精神。動機會受情緒、環境、身體狀態影響，係最控制唔到嘅因素。更重要嘅係，高動機係一種稀缺資源，就好似你部手機啲電咁，係會用晒嘅。當你耗盡咗啲動機，你就會放棄。而呢個正正就係點解大部分人嘅新年大計去到1月底就已經玩完嘅原因。咁正確嘅策略應該係點？作者俾嘅答案係唔好依賴動機，反而係要降低行為嘅難度，提高你嘅能力，令到個行為變得超級簡單，簡單到就算你動機好低嗰陣，你都一樣做得到。呢個就係 BJ Fogg 行為模型最核心嘅點。當一個行為夠簡單嗰陣，你根本唔需要好高嘅動機就可以完成到。相反，當一個行為好困難嗰陣，就算你動機幾強都好，你都好難一直堅持做落去。
作者畫咗一條曲線叫行動線，呢條線展示咗動機同能力之間嘅關係。曲線上面就係行為會發生嘅區域，下面就係行為唔會發生嘅區域。最關鍵嘅發現係呢條線唔係直線，而係一條反比例嘅曲線。即係代表咩呢？即係話當能力好高，即係個行為好簡單嘅時候，你只需要好低嘅動機就做得到。但當能力好低，即係個行為好難嗰陣，就算你動機爆棚，你都未必做得到。作者用咗個好正嘅比喻去解釋呢個原理。如果你想翻過一座山，如果座山好高，即係行為好難，你需要好大嘅推動力，即係高動機先至翻得過去。但就算你跑得好快，都有可能會半途而廢。但如果座山好矮，即係行為好簡單，你甚至可以慢慢行過去，根本唔需要嘥幾多氣力。所以行為設計嘅第一原則唔係提高動機，而係要降低難度，令座山變矮，而唔係逼自己跑得快啲。點樣降低難度？作者提出咗能力嘅6個要素，任何行為難定義都係取決於呢6個因素。時間，呢個行為要用幾多時間？如果好嘥時間，難度就高。金錢，呢個行為要使幾多錢？如果好貴，難度就高。體力，呢個行為要消耗幾多體力？如果做完會好攰，難度就高。努力，呢個行為要用幾多努力去諗同做決定？如果好複雜，難度就高。社會偏差，呢個行為會唔會違背社會常理？如果做完會令你覺得尷尬，或者俾人眼望望，難度就高。非常規性，呢個行為有冇打破你平時嘅習慣？如果需要你作出好大嘅改變去配合，難度就高。作者強調，當你想設計一個新行為嗰陣，你要用呢6個要素去檢查下，睇下可唔可以喺每個範疇都降低個難度。譬如話你想養成做運動嘅習慣，與其話我每日要跑1個鐘步，不如話我每日做2下掌上壓。後者喺時間、體力同埋非常規性上面都大幅度咁降低咗難度。聽落每日做2下掌上壓好似太少，係咪？呢度就帶出咗 BJ Fogg 行為模型嘅第2個核心概念微習慣。作者發現微細嘅行為有3個好大嘅優勢。第一，細行為好容易開始。當你同自己講我只需要做2下掌上壓，你個腦係唔會抗拒，你亦都唔會揾藉口推搪。你會話好啦，咁簡單嘅事我點都做到。第二，細行為好容易堅持，因為佢根本唔需要你好有動力。就算你今日好攰，心情唔靚或者好忙，你都一樣做得切掌上壓。咁樣你就唔會斷咗個習慣。第三，亦係最重要嘅一點，細行為係會自然生長。呢個亦都係最神奇嘅地方。當你開始做2下掌上壓，你會發現自己通常都會順便做多幾下，因為開始永遠係最難嘅。一旦的起心肝開始咗，繼續做落去反而就好容易。作者將呢個現象叫做自然增長。佢話千祈唔好逼自己加碼，要由得個行為自然咁生長。當你準備好嗰陣，佢自己自然會變大。而呢種增長係可以持續落去，係因為動力係發自內心，而唔係嚟自外面嘅壓力。但係淨係將行為縮細係唔夠，你仲需要第3個要素，提示。作者指出，好多人設計咗好嘅行為，降低晒難度，但偏偏就唔記得設計提示，結果就搞到佢哋有動機有能力，但偏偏就係唔記得去做。咁咩先算係一個好嘅提示呢？作者俾嘅答案係，最好嘅提示唔係你部電話個鬧鐘，亦都唔係日曆嘅提醒，而係你本身已經有嘅習慣。佢叫呢個做習慣錨定。咩意思？就係將新嘅習慣綁定喺一個你每日已經做緊嘅行為後面。譬如話喺我沖完廁所之後，我就會做2下掌上壓；喺我沖好咖啡之後，我就會 send 一句多謝嘅說話俾屋企人；喺我瞓覺之前，我就會諗3件今日發生過嘅開心事。作者解釋呢個方法之所以咁有效，係因為現有嘅習慣已經印晒落你個腦度，變成咗自動波，根本唔需要人提。所以當你將新行為綁定喺舊習慣之後，舊習慣就變成咗一個天然嘅提示。而且呢種提示係包保唔會甩拖嘅，因為你日日都會沖廁所，日日都會飲咖啡，日日都會上床瞓覺，所以你每日都會收到呢個提示。呢個就係 BJ Fogg 行為模型嘅完整流程。揀一個你想做嘅行為，將佢縮到最細，揾一個啱用嘅錨定習慣，將新行為擺喺舊習慣後面，然後即刻慶祝。等等先，慶祝即係點解？
呢個就係行為模型嘅最後一個，亦都係最令人意想不到嘅要素。而家我哋要進入全本書最顛覆認知嘅部分，情緒嘅力量同埋作者所講嘅慶祝，點樣成為鞏固習慣嘅關鍵。作者話呢個係佢研究咗20年得出嚟最重要嘅發現，亦都係所有行為改變方法入面最俾人睇小嘅一環，就係要令你個腦喺做完個行為之後即刻感受到正面嘅情緒。我哋平時以為習慣係靠死做爛做重複練翻嚟嘅，做得夠多次，習慣就自然會有。但原來呢個諗法只係啱咗一半，真正令習慣成型嘅唔係重複咗幾多次，而係你重複嗰陣夾住咩情緒。即係點解呢？作者引用咗神經科學嘅研究，當你做完一個行為，即刻體驗到正面情緒，例如覺得自豪、開心、有成就感，你個腦就會釋放多巴胺，而多巴胺就會強化你啱啱做完嗰件事，話俾你個腦聽呢個行為係好嘢嚟嘅，以後要爭取做多啲。呢個過程係全自動，不知不覺間發生嘅，你根本唔使諗，你個腦自己會記住做呢件事等於感覺良好。有咗呢個連結，下次再遇到同一個情景，你個腦就會推動你去重複做呢個行為。相反，如果你做完一個行為之後完全冇任何正面感覺，甚至覺得好痛苦、好灰、好攰，咁無論你死頂重複幾多次都好，呢個行為都好難變做習慣，因為你個腦根本收唔到要繼續做落去嘅信號。呢個正正就解釋咗點解咁多人堅持唔到做運動，因為佢哋將做運動變成咗一件好痛苦嘅事，每次都搞到自己散晒咁滯。雖然長遠計運動對身體好，但你嗰一刻個腦收到嘅信號係做運動等於辛苦，所以個腦自然就會抗拒。作者話明咗呢個原理，你就會知道習慣養成嘅關鍵根本唔係靠意志力同埋堅持，而係要令個腦喺做完件事之後即刻有獎勵。而呢份獎勵唔一定係物質上嘅，亦唔使靠人哋俾，佢可以係你自己創造出嚟嘅情緒。呢個就係作者所講嘅慶祝，佢簡單到你會懷疑究竟有冇用。當你完成咗一個微習慣，就要即刻做一個令自己覺得爽嘅小動作，例如握實拳頭話搞掂，又或者對住塊鏡笑下，喺心入面讚自己一句我都幾叻喎。總之任何令你自我感覺良好嘅小儀式都得，聽落好似好低能，係咪？但原來呢個先係最有效鞏固習慣嘅絕招，因為慶祝可以即時製造出正面情緒，而呢種情緒就會俾你個腦同啱啱做完嗰件事連埋一齊。作者千叮萬囑，慶祝一定要夠快，必須喺做完個行為之後嘅3秒內發生，因為大腦嘅神經連結機制需要將行為同情緒喺時間上綁得好實。如果你做完掌上壓，隔咗10分鐘先醒起要慶祝，咁就太遲，個腦已經唔知你想佢記住啲咩。同埋慶祝一定要係發自內心嘅，你要真係感受到嗰份開心，唔可以淨係機械式咁做戲就算。如果你只係敷衍咁講句搞掂，但個心毫無波瀾，咁係完全冇用嘅，因為大腦要收到真貨，真係要釋放出多巴胺先有用。作者舉咗個好震撼嘅例子，有位女士想養成每日用牙線嘅習慣，試咗好多次都失敗。後來佢上咗作者嘅堂，學識咗微習慣同慶祝呢2招，跟住佢將個行為縮到極細。喺我刷完牙之後，我會攞牙線清潔一隻牙，冇錯，真係得一隻，唔係全部。然後每次搞掂之後，佢就會望住鏡入面嘅自己，笑住咁講：你做得好好。結果點？2個禮拜之後，佢唔單止係清潔一隻牙，而係清潔晒成排牙。而且呢個習慣已經完全變成咗自動波，佢連提都唔使提自己，因為佢個腦已經將刷牙後用牙線呢件事同開心嘅情緒死死咁綁定咗。作者話呢個就係微習慣加埋慶祝嘅神奇魔力。你由最細嘅步驟開始，靠慶祝令個腦愛上呢件事，跟住個行為自然就會越做越大。你完全唔使逼自己，更加唔使死頂。不過作者都有講到啊，好多人試呢招嗰陣會犯一個通病，就係太過心急想加碼。佢哋會諗，既然我已經做咗2下掌上壓，不如做多10下，然後由2下變12下，再變20下。表面睇好似好上進，但其實作者警告，咁樣做分分鐘會出事。因為如果你夾硬要自己進步得太快，件事就會變得太難，你會開始覺得辛苦，而一辛苦個習慣就會瓦解。你個腦就會開始抗拒。正確嘅做法係永遠都要保留微習慣嗰份微小。
就算你明明做得到更多，都要留翻個縮水版做保底選項，因為咁樣先可以保證，無論咩情況下，就算你攰到死、病咗或者忙到甩碌，你都一樣做得完個習慣，keep 得住個連貫性。當你有心機想做多啲嗰陣，當佢係額外獎勵而唔係硬性規定，咁你就唔會有壓力，個習慣亦都唔會變做負擔。仲有一點，作者建議千祈唔好搞太多習慣，3個就最適當。因為每個習慣都需要你用精力去建立同埋慶祝，貪多反而做唔好，太多習慣會分散注意力。而且佢建議你揀3個完全唔同範疇嘅習慣，例如一個係健康，一個係人際關係，一個係工作，咁樣佢哋就唔會撞晒車。你可以喺一日入面唔同嘅時段去培養佢哋。作者舉咗一啲成功嘅微習慣配方俾大家參考。健康方面，斟好杯水之後，我會飲一啖；坐埋張寫字台度，我會做一次深呼吸。上床瞓覺之後，我會做個簡單嘅拉筋動作。人際關係方面，幫杯咖啡，加完奶之後，我會 WhatsApp 搵個朋友問候下。放工返到屋企，見到屋企人之後，我會開口讚佢哋一句。瞓覺之前，我會諗返今日一件令我好感恩嘅事。工作方面，開着部電腦之後，我會寫低今日最重要嘅3件事。做完一單任務之後，我會用30秒執返齊張台啲嘢。熄電腦之後，我會寫定聽日要做嘅簡單清單。作者話呢啲微習慣表面睇好似微不足道，但其實佢哋會引發出強大嘅漣漪效應。一個細微嘅改變會帶動其他改變，最後成個生活都會唔同晒。佢分享咗個好經典嘅例子，有個男人用微習慣嘅方法，由每日做2下掌上壓開始。幾個月之後，佢唔單止日日做掌上壓，仲做埋其他運動，食嘢又健康咗，足足減咗45磅，連同屋企人嘅關係都變好埋，因為佢對自己多咗自信同埋掌控感。呢個就係微習慣嘅魔力，佢哋唔淨止係改變咗你嘅行為，仲會改變埋你對自己嘅睇法。當你成功建立到一個微習慣，你就會開始覺得，原來我係一個可以改變嘅人，原來我都幾有自律性哦。呢種心態上嘅轉變會令到之後嘅改變變得順理成章。講到呢度，我哋已經掌握咗呢套行為模型嘅核心原理同埋具體操作。作者研究咗行為改變20幾年，幫咗幾萬人改變人生。佢發現最成功嘅嗰批人絕對唔係意志力最強嘅人，而係最叻去設計系統嘅人。佢哋睇得透行為發生嘅規律，識得去執靚個環境，識得用最細微嘅步伐踩出最巨大嘅改變。而今日你都已經學識咗呢一套武功，你明咗 B 等於 MAP 嘅道理，知道咗點樣度身訂造微習慣，學識咗點樣令習慣進化，亦都清楚點樣去優化自己個環境。接落嚟就睇你點樣去實踐。作者提醒我哋，千祈唔好諗住一晚就可以反轉晒自己個生活，由3個微習慣開始，俾自己幾日時間試下，睇下會有咩神奇嘅事發生。你會好驚喜咁發現呢啲雞毛蒜皮嘅小改變係可以儲成一股好大嘅力量。記住，改變唔係要搞革命，而係一場進化，唔係要你一步登天，而係要你行好每一個最細微嘅步伐。只要你肯 keep 住行呢啲細步，你最終一定去到你想去嘅終點。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呢本書同埋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你，啟動你嘅改變之旅。我哋下一本書再見，拜拜。